城门啊，举起恁的头；永远的门啊，恁着受举起。阳光的王要入，迄个阳光的王是之最，就是有大气力、大权能的耶和华。伫高前有大权能的耶和华，伊是阳光的王。咱起立来念圣诗169首，恳求圣神降临，来敬拜上帝。恳求圣神降临，伫阮道人的心，无所不能，一光一明，相属稳定激情。恳求圣神加持，互阮心坦得力，今后在主有阮欢会，来靠耶稣的名。恳求圣神接导，帮助阮心航好，常常欢喜上帝成就，万分当中最好。恳求圣神照顾，互阮日日进步，所讲的有，所行的事，大照主法度。恳求圣神安慰，日日加添恩惠，互阮安宁经过7年，日日甲主作对。阿门。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定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告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，咱要用启应文第33篇，也就是诗篇139篇，来用启应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。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捌我，对真远你嘛看袂出我的心思。我行路，我休困，你拢在看。上主啊，我还袂开喙，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。你的财物遐尼奇妙，去倒位我才会逃避你。我若爬上天，你伫遐；
我若飞到日出即边，就若伫遐，你的手嘛会引带我。我若求黑暗，甲我藏起来。对你来讲，黑暗无算是暗；对你来讲，黑暗甲光明拢共款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济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。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歹行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的学乐，阮的吟诗，阮的心拢要恭敬奉献伫你的面前。伫中秋主日的礼拜，我要用心灵甲诚实向你欢呼。何塞那，奉主名来的是应该学乐的。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甲权柄的王，主爱的主耶稣。荣耀和平人群，徛如啊进入圣城，宣誓上帝的主权，也有必行往各国他的路。感谢你伫十字架顶用疼牺牲，完成上帝托付救赎人类的使命，赏赐人类有永生的愿望。你的疼长阔关深，你的旨意昭彰，这种财物。遐尼奇妙、高深，超过阮的理解。人民稳定的主，求你赦免阮，有时也亲像当时的群众，短时盲目甲私欲，只求世俗暂时的关系甲理想。一日欢呼，另外一日喊话，将你钉十字架。求你也赦免阮，常常自义。认为领受恩典是理所当然，一面出大声祈祷吟诗学乐主，也用同一个出口指责伤害人，恳求主怜悯阮，也赦免阮，拯救阮。伫中秋主日开始要来的受难周，求主引带阮用安静甲主同行苦路，默想主。伫十字架顶所讲的话，也省察阮的内心，软弱黑暗的所在，求主光照，帮助阮，搁较明白十字架顶的真理，用主的心做心，学习谦卑，听主听人，传福音带人归主。主啊，阮的大牧者，恳求你亲自找回属你的羊群，带领你的教会。行伫你的旨意中，眷顾阮的国家，互伫遮徛起的百姓，拢安居乐业。愿主看阮，感纳阮今仔日的敬拜甲服侍，拢荣耀上帝的名。感谢主，听阮同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。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求你，听阮求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赞美。献歌对因要吟的诗歌，主予我滚我十架。
共听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12章36节至37节。主耶稣讲：“我甲恁讲，人所讲一切的闲话，伫审判的日，逐句拢着负责。因为上帝要用你的话来判你无罪，嘛要用你的话来定你有罪。”以上愿上帝的话记载伫咱的心内。咱所敬听，但阮着牧师伊要传达上帝的信息是天顶来的好消息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听听天父，佮到伫神圣的安息日，你所拣选的囝儿，何等亲近你施恩的宝座，愿你接纳阮切切心无疑的心，愿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伫阮的心内。互所有参与敬拜兄弟姊妹，拢得到造就甲重用，荣光归伫至高的天父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来平安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上帝话，我的主题是天顶来的好消息。福音就是天顶来的好消息。咱看荧幕上吼，我整理的这张表，这张讲义啦吼。耶稣伫中，倒手边是主前，耶稣来以前就是旧约时代；正手边是主后，耶稣来以后就是新约时代。咱去看上倒手边。创世纪第1章、第2章，迄是无罪的世界；创世纪第1章、第2章，迄是无罪的世界。魔鬼还未发动，人还未犯罪，迄是无罪的世界。咱看上正手边到启示录21章、22章，最后迄2章，迄嘛是无罪的世界。上帝要互咱一个新天新地、新的世界、新的开始，无人犯罪、无罪的世界。所以圣经上头前2章，甲上后壁2章，拢是无罪的世界，就是将来咱所要徛起的所在。咱大先来看这张表的倒手边。旧约是以色列史，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拢是上帝旨意运作的戏剧场啦，一出一出的好戏上场。上帝常常甲世间人讲话，上帝话语临到亚伯拉罕，上帝甲亚伯拉罕讲：“你着离开。”本地本家，去甲我指示你去的，伫西边迄个迦南地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。迄阵伊的某还未生呢，我要互成做大国。你着听我的话，你搬煞去遐，我要甲你祝福满满。你也得互别人，因为你得到福气，因你得福。这是上帝互每一个世间人、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。咱拢爱去互别人，因为咱得到福气，因你得福。得到什么福气？认捌上帝，得到上帝听，这就是最大的福气。认捌上帝，得到上帝听。亚伯拉罕有回应，回应就是听入去。记条咧，常常甲想甲思考，佮照上帝话去行。亚伯拉罕有回应，有去行。后来上帝话佮临到以撒，亚伯拉罕的囝，
上帝甲以撒讲：以撒啊，你老爸已经听我的话，我也甲赐福满满，你拢已经看见。但你嘛爱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互你的后裔，像天顶的星遐尼多，要甲你赐福满满。以撒啊，听落去，又回应，又去行。后来上帝话阁临到雅各，上帝甲雅各讲：雅各啊，你阿公阿米拉罕，你老爸以撒已经拢听我的话，你也看见我甲因赐福满满，你嘛着听我的话，我嘛要甲你赐福满满。我要互你好的，亲像地面的沙遐尼多。雅各有听落，有回应，有照安尼去行。后来到列王的时代，主前931年，主前931年，以色列分裂做南北两国，北国也号做以色列，南国号做犹大。北国拢总19个王，无一个互上帝学了。圣经记载，因为这19个王拢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作真歹的代志，所以带歹全国充满罪恶。上帝所听的，伊所拣选的，伊要教死。找见足侪先知去讲，拢无效。真的先知拢互拍、互关、互处死；假的先知拢报平安，拢无代志，阁得到赏赐。上帝就兴起北国，当时上强的亚述帝国，落南消灭北国以色列。主前722年，北国消灭。北国有10个支派呢，南国才2个支派。亚述帝国真厉害啦！干掠对北方去咧，叫因甲别族通婚，落去头，落去南，这10个支派拢无去呢。这就是消失的10个支派。南国加活100多年，出20个王，只有2个受上帝恶了，一个希西家，一个约西亚，因互上帝大恶了，因为因回应上帝话，佮照上帝教示去行。其他18王嘛拢去行，耶和华眼中看作歹，一切歹拢去行，无爱听上帝话。上帝就兴起当时北国上强的巴比伦。迄阵巴比伦帝国已经消灭亚述，落来嘛甲南国消灭。南国只有2个支派，犹大甲便雅悯支派，伊嘛受掠。后来波斯帝国放因转来，因为转来家己故乡佮起圣殿，迄伫尼希米、以斯拉、以斯帖、哈该、撒加利亚这先知书拢有写着。上帝所听的，伊要管教。南国伫主前586年受消灭，以色列族后来受拍散，去到世界各地，一直到主后1948年。第2届世界大战以后，民族主义兴起，以色列复国。因主前586年就亡国，一直到主后1948年亡国2000多年复国。这就是20世纪最大的新热。无人一个国家亡国遐尼久啊，2000多年啊，也会当复国。较早大陆一大堆国家反清复明要复国。无人复得起，全世界只有以色列，因为有一个民族的宝贝，就是信仰。
信仰互因，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若有10个大人，就会当组成一个同会。咱长老教会伫台湾，要有30个成人，才会当组成同会。以色列人10个人，就会当组一个同会，因为礼拜堂，因为教会，安尼有一群敬虔的犹太人，甲因的信仰留落来，一直到即阵，上帝真正互因复国。这个5万吼，这个信仰维持2000多年，但是上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到即马也无信耶稣，因上界敬拜上帝，因的祖先都定死迄个耶稣啊、假先知、乌白讲，因无要信。以色列人即马犹太人吼，因也咧听候救世主降生啦，有旧约无新约。就变做一个中东火药库吼，迄个罪也阁真重啦。因为祖先害死耶稣，因到即阵也无法度认罪悔改，这就是以色列的问题，嘛造成世界足大的问题。后来咱看正手边救世主降生。耶稣基督来啊！这是新约时代，就是普世救恩的时代。咱即摆也伫这个救恩内面，咱也伫救恩的世代内面，咱得要警醒。上帝拣选咱，咱得要安怎做，才会当正做真正伊所听的囝儿。耶稣的话。耶稣就是上帝啊！伊来呼召12门徒，甲因一项一项看教。迄3个上高怪吼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耶稣定定带伫身边啦。迄就是较特别的，毋是特别高啦，迄是特别高怪。耶稣要互因看伊所做的言行举止伊的模范。耶稣的话临到12门徒。12门徒拢听落，有回应，有去行。耶稣阁呼召历代的圣徒，真侪圣徒拢有回应，有照主的教示去行，有侪侪人顺教，一直到即阵，也有人咧顺教。全世界独裁国家拢上痛恨基督徒。因为独裁国家，因的王、因的总统、因的国家主席，都是神，爱百姓敬拜伊，拢爱降服伊，拢总爱听伊的。基督徒绝对无个人崇拜，独独敬拜耶和华上帝，所以因争取基督徒搞怪，无爱听话。咱长老教会伫台湾今年160年啊呢，咱中间有歹人无？有啊，人百种啊，加在好人较济，所以也咧流传，也咧发展，也咧继续扩大。1999年，拄做文摘这份有名的杂志，迄个封面是耶稣。内底一篇文章讲，到21世纪嘛是需要耶稣啦。耶稣的教示无法度一个就改变全世界，但是有渐渐咧改变啦。啊，这其中就是靠上帝的感动、引带带领，靠世世代代基督徒一直咧拍拼，一直咧拍拼，一直咧为主做见证。主的福音无法度一个就改变世界，因为人太高怪。但是我世界渐渐变好。这篇文章的结论是：所以21世纪，咱更较需要主的福音，因为科学愈来愈发达，世间的改变真大，诱惑愈来愈多，咱拢爱牵调伫上帝。
所以长老教会伫台湾有足侪历史、足侪故事、足侪见证、足侪感动，包括咱东门基督长老教会，咱嘛有真侪历史、真侪故事、真侪恩典、真侪感动、真侪见证。伫马太福音有真焦逼的教示，天顶来的好消息。新约一个开始4本福音书，每一本拢互咱真焦逼的教示。咱今日用马太福音做中心，摕3项做伙来想。基督徒，咱着安怎做，才会当得到天父欢喜接纳，才袂辜负伊的拣选啊！咱敢是讲上帝所拣选的，伊拢无后悔，咱家己要做好啊！马太福音有教咱爱安怎讲话，爱安怎行做，佫有一个秘诀。安尼，这3项咱若做会到，内底拢有啊，讲啊真有哦。马太福音讲啊真有哦，咱就当入上帝国。第一，咱来看咱要安怎讲话。马太12章，咱今日所读的36节到37节，咧甲咱讲。兄弟啊，恁爱注意呢，因为恁所讲的言仔话，伫最后审判的时阵，每一句拢爱阁流出来，因为要照你所讲的话，定你做义人，还是要定你做有罪。言仔话就是遐歹话嘛，害人的话嘛。保罗咧开拓上帝真理，有足侪宝贵的教示。保罗伫以弗所书4章29节，安尼甲咱讲：兄弟啊，遐会害人的歹话毋好讲啦。若要讲，就要讲造就人的好话啦，互听到的人得到利益。我这个部分捌伫屏东九如教会牧会时阵，有一摆。礼拜早起讲这个道理，甲过头吼，一个砖头，阮拢讲遐有做基督砖，因遐差不多85%拢基督徒啦，感谢主吼。啊，毋过基督徒嘛百种啊，其中有一个负责人过头敲电话互我，牧师，你早起讲迄个道理吼。我愈想愈惊呢。我讲倒一项，就讲若爱讲人个言仔话吼，会变做罪人，会落地狱，无法度入天堂啊！安尼我要知影，牧师你敢知影我外号？我知影，广播电台。伊讲哎哟，牧师你也知哦？我嘿，你足有名吼。伊讲牧师，安尼我要知影，我嘛想要入天国，安尼我要知影。我讲啊，我有讲着啊，保罗甲咱讲的。爱改啦，莫去讲言仔话，要讲就要讲造就人的好话。什么是造就人的好话？就是遐娱乐啊，遐鼓励啊，你晓讲无？啊，人若认罪悔改，上帝就赦免接纳啊。我讲啊，你感觉安怎？用好牧师安尼我知啊，安尼加载我也有机会吼，我当然嘛有，爱真欢喜。后来真正有改呢。佮因带5个因迄个砖头的负责人来，拢50-60岁。即阵来我头足烦恼，因为这5个拢是广播电台委员，功力真深啦。听讲伊拢真做囡仔就足厉害，开喙就要甲人输赢，足后甲人搭咧。40-50年的功力啊，吼，这不得了。但是后来我看见因，我拢。会真正化解就解，这无简单呢。我感觉这是神热，伫教会因足好斗阵，去因庄仔头，人嘛拢学到因讲，学因改变足济，我感谢主吼。各位兄弟，拨恁一本册吼，真精彩。原来咱基督徒内底有即种人，瑞典这个国家18世纪。有一个足有名的学者，伊是学者，所以伊毋是黑白讲的，伊拢理论基础，
我伊写足侪著作，伊是一位博士博，有几若个学位，博士学位。伊是科学家、地学家，嘛是神学家，或者伊曼纽史威登堡。史威登堡，上帝互伊一个特别的恩赐啦！伊一世人吼，去过天堂甲地狱几啊十摆啊！伊讲伊算甲袂记啊，几啊十摆，伊都会当自由出入天国甲地狱。伊写一本册，或者《天堂甲地狱》，内底甲咱讲兄弟啊，我讲的拢是真的呢，因为我伫天堂看到我家己迄本记录簿啦。咱所想、所讲、所行，拢着谨慎呢，毋通叫是无代志呢。天堂拢有记录呢。用我看到我迄本规身躯拢流凊汗呢。有足侪我讲的话，我拢袂记得啊。天堂一项一项安尼记啊足清楚。有足侪代志，我爱记，我就是迄拢无要无紧，但是天国一笔一笔拢记录呢。兄弟啊，咱所想、所讲、所行，都要谨慎。佫着爱常常为主做见证啦。什么是悔改？就是无搁再犯罪啦，爱谨慎啦。伊佫讲一大堆顶头生、正性、称义的道理。所以咱基督徒就是爱安尼呢，日日进步。世间人活了较略痛嘛，犯罪、超花、宴乐、趁大钱、欢喜快乐就好。也无咧顾别人的死活，佫会害人。啊，基督徒咧，咱所想所做的是啥物？咱就比世间人较好见证无？咱来看第二项，马太教师，咱爱有啥物款的好所行，啥物款的行做？马太福音25章非常要紧啦。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0节，这个启示真济神学学者讲，这就是规本圣经上重要的启示啦。咱拢讲天机不可小纳吼，耶稣设立天机啦。最后的审判是甚物情景？伊甲咱讲啊足清楚啦，迄毋是啥秘密啦，伊公开甲咱讲啊，咱家己都要避万变啊。耶稣讲啊真有哦，一项一项来哦。最后审判的时阵，耶稣要甲有资格入天堂的人讲：，请你入来，我所听的囝儿，因为我寒的时阵你互我食，我寒的时阵啊，我枵的时阵你互我食，我寒的时阵你互我穿，我喙焦的时阵你互我啉。我出外，你留我大；我受关，我咧艰苦，我破病，你来甲我关心；我受关监，你嘛来甲我探监。这义人真古意，主啊！阮当时甲这做伫你的心上。耶稣有一个基督教最重要的宣告：你甲这个代志做伫一个最微细的兄弟的心上，就是做伫我的心上。你咧疼一个人，最卑微的人，你就是咧疼上帝呢。原来最后审判是用口试的，毋是要问咱，你圣经有拢背起来无？你一天祈祷几摆？就间聚会有去无？主日崇拜有去无？这些拢真要紧啦！读经、祈祷、灵修、聚会、敬拜。这些拢真要紧，但是敢若造就你家己啦。只有实实在在的好所行，有人枵就好食，喙焦就好啉，寒就好穿。这实实在在的好所行，毋若造就你家己，嘛当造就别人啦。所以疼是最大的，这毋是啥物大工程啦。拢咱生活中拄会着做会到的嘛。做人就是一点仔心意定定嘛。最后，耶稣安尼讲，有一个秘诀咯。马太18章第3节，你来福道
少年亲像囡仔嘛，恁爱亲像囡仔，学囡仔款式，恁爱回转转来变做囡仔，这是入天国的秘诀。囡仔有啥物优点？耶稣叫咱学囡仔，因为囡仔单纯啦，也袂害人，嘛较会当袂记得别人的歹。囡仔念伊冤念伊好，大人若冤落吼，可能几啊地人哦。啊，囡仔都念伊骂骂拍拍，念伊就去做伙佚佗啊。抑阁吼，咱看囡仔，互爸母抱咧，伊敢会一直烦恼？当时抱无好，害我摔一个吼。囡仔袂烦恼这啦，咱的信仰都要亲像囡仔。完全信靠上帝，完全顺服上帝，亲像囡仔咧倚靠爸母，所以囡仔人伊单纯，无犯罪，袂记得别人的歹，完全顺服。囡仔，咱愈甲想，迄就是无罪的人嘛。咱看即张资料，迄无罪的人有一个箭头吼，往上走，有一天才会当去到迄个无罪的世界啦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万观灵，听谈天父，你既然竞选阮，阮切切恳求。天父，你的圣神，圣神上帝，常常感动阮，伫阮身边，伫阮心内，引带帮赞带领，互我每日三思上帝的教示，基督的话，互阮有迄个气力，健康勇健，加添互阮智慧甲气力。会当常常去好所行，常常为主做好的见证。有人枵就好食，寒就好穿，喙焦就好啉。天父，愿天父帮助阮，讲话谨慎，有好的所行，亲像囡仔完全信靠天父。愿每一个兄弟，拢诚做天父所听的囝儿，拢有资格通入你的国，得到天父的接纳。迄阵，阮就称义，就进入你的孙权。祈祷感谢，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三甲来吟诗。圣诗547首，求主带阮甲你同行，来回应上帝的话。顺
即时咱要用奉献来报答上帝的恩典。请坐。即时我来报告。下礼拜受兰州，咱教会有要举行培灵会，对3月30日下礼拜一到4月7日下礼拜3的暗时8点，伫咱大礼拜堂来举行。咱来看侍奉的人员。3月30日拜一礼拜，拜一暗时的主理是陈文忠牧师，伊要传达的信息是最黑暗的时刻，献诗是家庭诗班。3月31日拜二暗，主理是苏仲银牧师，伊要传达的信息是谦卑的典范，献诗是圣歌队。4月7日拜三暗时，主理是陈佑贤牧师。题目是耶稣所付的代价，献诗是妇女诗班。本会伫4月5日的主日是各外济联合12礼拜，同日第一堂的礼拜甲第二堂的礼拜合并伫上午9点来举行。4月4日、4月5日是儿童节甲清明节，这是固定的假日吼，所以咱办公室伫4月4日拜六以及4月7日后礼拜一休假2日。本会嘛定伫4月26日
主日礼拜中要举行圣礼典啊，洗礼甲圣餐啊，请伫3月29日啊，本主日甲4月5日下主日第一堂的礼拜后，会参加祈要真理啊，4月19日啊，会参加蒙德礼。啊，台南市基督教蒙地管理委员会要伫4月4日啊，拜六，即个拜六下午下晡3点，伫基督教蒙园统盘前区吼，这就是蒙园的凉亭的边仔吼，要举行2026年联合啊追思礼拜，以及先蒙会吼啊，慈藏区嘛，伫当日的了后要正式来启用吼。那过来是本会刘金华姐妹吼，伊伫4月5日到5月30日拜六，伫咱的101的展场吼，要举办伊个人的乱真刺绣展吼。啊，伫4月5日后主日，搁偌济联合赞美礼拜后，啊，要伫101的展场遐举行开展的祈祷会啊，诚恳邀请咱兄弟啊，做伙来欣赏吼。啊，现场有展览明信片啊，请自由奉献。这是要用来帮咱协会推动历史教育推广的事工吼。要见证上帝创造万美的美好。啊，第8点，吼，咱101后壁的展场目前啊在做门面改善甲防护的工程吼。啊，展场举办福音的展览吼，搭起教会内外福音艺术的事工啊。请咱大家来支持，甲伊奉献。啊，愿上帝赐福咱大家。啊，因为吼，即个拜三啊，咱教会有举行培灵会，啊，即个本来圣经查经班吼暂停一次，啊，请咱拢一齐来参加即个培灵会吼。啊，过来。刘慈商姐妹吼，已经伫3月24日举行个别礼拜，啊，家属要感谢咱教会牧长啦、中职会友的关怀，啊，愿主安慰伊族。吼啊，第二点，黄惠美姊妹吼，这是顾鸳鸯节的姊妹的第3查囝吼。啊，卢佩珍姐妹的妈妈，伊伫3月28日举行个别礼拜，啊，家属伊嘛伫遮要感谢啊，咱教会牧长、中职会友的关怀，啊，愿主安慰伊族。啊，卢佩珍姐妹伫咱中间，啊，咱继续为因来祈祷吼。教界的消息，台南中会教社部伫4月18日。拜六以及25日拜六吼，嘛是这种拜六的下晡，是毋咧上午到下晡5点半吼，上午8点半到下晡5点半，啊，要伫咱教会的4楼的大教室来举行防灾式的培训吼，防灾的培训吼，这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南中会的举办的这个课程吼。啊，要报名有50个啊，费用全额补助吼。啊，若有报名的，请确实来参加这2场的课程。以上咱即马来读即礼拜的金句吼，即礼拜的金句。假使我来先来读一遍。假使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，就会记得我逐日甲恁同在，直到今世的结束。马太28章20节，咱做伙来读。
假使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，就会记定我逐日甲恁同在，直到今世的结束。马太28章20节，搁一摆。假使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，就会记定我逐日甲恁同在，直到今世的结束。马太28章20节。这是咱来吟上映的诗歌387首，荣光圣父，荣光归圣父上帝。咱起立来吟。吟诗线，请牧师带咱祝祷。愿天父的疼痛、基督的救恩、圣神的感动，甲咱众兄姐三甲弟弟，伫即时，直到永远无煞。阿免。